2024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8月23到9月7日将伫台南举办。文化部公布今年文博会以报道百面做策展主题，邀请策展团队介绍主题展区和品牌商展区。宝岛百面，从这个字面上中文字的意思，百面其实就代表了属于我们这块土地百种文化创意产能的样貌，它是百面的。它可能是需要透过论述，它可能是透过议题来去阐述，可是它也可以透过插画，透过很多图像，透过 IP 等等的表现方式来去做展现。这摆主题甲台南400互相呼应，唔仅代表台湾多元的社会文化，嘛希望邀请无同族群分享无同的历史观点，同时跟市府文化局合作，以雷神地做主题，推出串联活动。加上10条走踏旅游路线，要互规座城市拢是展区。我们其实是在321艺术聚落我们其实会设定不同的议题，然后带大家去认识台南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然后其次是我们在文化部支持下，其实从去年也在整理乐安遮城、安平古堡跟赤坎楼。我们希望这两个最接近1624的历史场域，能够在2024年有一个崭新的风貌。那另外，我们文博在这次展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是我们把商展跟这个文化策展融合在一起。所以在过去我们大家就商展有商展的展场，文化策展有文化策展的展场，但是在这次你进去商展也会看到文化策展，所以是强迫大家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有文化气质呢。文博会品牌商展伫大台南会展中心，今年参展品牌多达570间，有4成厂商来自中南部。另外头摆规划亲子馆，也有大型户外3D 装置，主视觉部分是一只航鸭鸟。到时欢迎全国民众用文创来了解台南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